只係搏命諗咧係冇用嘅。宇宙咧唔係聽到你喺度講啲乜嘢，喺度諗啲乜嘢，佢而係回應緊咧你每日散發出嚟嘅震動啊。所以顯化結果咧唔係話你個腦去諗啲咩，而係你嘅能量散發出嚟啲乜嘢，而創造咗你最終嘅結果。信念創造實相，其實世界咧就係你內心，係你每日活出嚟嘅狀態嘅一種投射。你唔會吸引到你想要嘅嘢，而係不斷咁創造緊咧你現在係啲乜嘢。如果你內心好貧乏嘅、好焦慮嘅、好懷疑嘅，宇宙咧咪會回應焦慮有關啊、懷疑有關啊咁嘅頻率咯。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咧都好想某樣嘢嘅，我好想要錢，邊個唔想要錢啊？但係潛意識入邊咧，你可能存在咗一啲咧阻礙性嘅信念，例如我唔值得擁有啦，我唔夠好啦，我唔配啦，阻礙咗嘅思想。我日日諗，但我入邊有呢啲咁核心想法咧，兩者之間就會有好大嘅衝突，咁入邊嗰個就會更加強。送4個方法俾大家，唔係淨係諗啊。第一，你要有清楚嘅意圖，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乜。第二，你要相信佢，並且你覺得自己已經擁有咗啦，同嗰個信念對齊。第三，你要做一啲嘅行動嘅，同我目標一致嘅行動。第四，放下你嘅執着，你信任宇宙會有佢嘅安排同埋最好嘅時機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邊。唔好覺得我做咗啦，點解冇啊？你越係咁樣呢，其實你又散發咗同樣嘅頻率，就係冇同埋擔心。所以今日開始，請你學習，我哋用生命嚟活出嗰一種我想要嘅能量，自然宇宙就會回應你，而唔係每日坐喺度諗，咁係冇用嘅。